请我到这个公司来，那是因为我也是大同工学院电机系毕业，那也曾在那个1972年在大同公司，然后担任采购组长工作1年。那么半年内，我们要清楚的建立各个事业部跟各个子公司的新的目标，以及重要的经营管理指标 KPI。那第二呢，1年内我们要重建公司所有关系人、政府、银行、客户、股东、员工的新的形象。那第二，那2年内希望所有的事业部跟所有的子公司都能够获利，而且并且它能够继续规划它未来成长的方向。3年内我们会用那个策略的联盟以及并购的方式来开展那个大头应该在走出去的新的事业。那当然，团队我们是希望尽快，至少在5年内能够让公司营业额从现在这个200亿能够超过1000亿元以上。当然，我答应的前提我就是要让全体的董事都接受跟欢迎我进来那我才进来。那如果董事们中间有意见的话，那我大概就不进来。然后第二呢，我也是提到既有的林董事长都已经在这公司做得很好，所以呢，必须要能够妥善，能够谈好。那这样的话，那我和团队才进来。所以这个是背景是这样。也就是说，我跟林董事长之间有什么不愉快？应该完全是没有了，就是要想怎么更好。这其实是我一个小部分，其实是整个董事会的一个决议不是我一个人的一个意识，所以绝对不是我个人。那个人我当然是刚才我就说过，对林董事长是非常的感谢，就是一个感谢，而且心里就是一个很亏欠的那种心情，所以绝对没有什么不和了。那我当然磨合，就是要磨合到他也能够同意因为我只是去执行这个事情，这个董事会的大家的意识把它整合起来这样的情况。我有准备，但是我要考虑会不会违法。事前我不能买，但是事后什么时候我可以买对。那个，因为我如果没有买，大家说我没有爱大但是如果我买，各位又会说那个我有内线或者是，但是我会很注意这件事但是我相信我是爱大同的。只要是在合法的情况之下，我们当然是对大同有信心，我们当然会买。只是什么时候是对的时候这个我们要陆陆续续看，绝对是要在合法的情况之下做这件事。我是那个叫什么进店的法人代表，所以他要我哪天走我就哪天走那但是呢，我的工作就是专业经理人，我一定会把公司的工作做好，把我的团队做好。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替公司做很长的时间，所以呢，我对董事们的commit最多大概最长只有3年，所以3年不管公司多好那我还是要转给专业经理人。那至于说我会工作6个月或1年，那我都没有关系。所以但是主要要对公司有贡献。